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頻道啊！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沙田好運中心嘅私人住宅單位啊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330平方尺㗎。今次屋主要求改造成2房1廳嘅間隔啦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簡約風嘅設計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啦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拆裝修套餐連埋升級工程㗎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係包括有更換全屋嘅鋁窗啦，更換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安裝全屋嘅家私，包括睡床、衣櫃、獅字櫃、儲物櫃等等啦，新安裝大門、房門、廁所門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啦。仲有廚房、廁所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，全屋嘅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啦，年供包料合共375000蚊嘅，我哋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誠為本。首先嚟睇睇廚房，喺廚房呢邊入口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儲物櫃啦，喺儲物櫃嘅下方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嘅，而呢邊下方嘅櫥櫃呢，我哋預留咗位置安裝洗衣機。而上方櫥櫃嘅櫃門呢，採用咗光面嘅設計，方便清潔。工作台面方面，我哋採用咗白色嘅石英石。洗手間方面，洗手間門我哋安裝咗新式嘅 PD 門啦。嚟到洗手間入邊，我哋安裝咗一組3門鏡櫃，鏡櫃嘅下方設有 LED 氣氛燈啦。兩間睡房方面，我哋都安裝咗同款嘅磨砂玻璃木門啦。入嚟第一間睡房。呢間睡房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地台床啦，而喺睡床側邊呢，就係一組到頂式嘅衣櫃啦。嚟到另一間睡房，同樣呢間睡房我哋亦都係安裝咗一組地台床啦，一組到頂式嘅衣櫃啦，同埋呢邊呢組梳妝台連展示櫃嘅。嚟到客廳呢邊，我哋安裝咗呢組多用途嘅餐台啦。咁屋主可以因應翻佢嘅需要咧，嚟伸展翻唔同嘅長度使用嘅。喺客廳呢邊咧，我哋安裝咗呢組多用途嘅書台連埋電視櫃啦。而客廳嘅另一邊咧，亦都安裝咗一組獅字櫃連鞋櫃嘅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先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